台南家扶中心为着要协助弱势家庭的囡仔继续来读册，已经是第11年来举办着兰花的义卖，欢迎民众来买兰花做公益。 即摆是兰花开上水时阵，每一年北台南家扶中心伫咧年仔过，都有兰花义卖活动来帮助弱势囡仔。这个单亲妈妈们或是隔代教育的阿公阿嬷，他为了照顾小孩或是年纪太大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工作。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家扶中心来帮助他们。兰花义卖地点，目前除了北台南家扶中心，伫咧永康服务处和嘉义服务处拢驻点义花。虽然一张敢用蓝山钱就买着，不过爱心是无价。 欢迎大家来买花做公益。那我们一盆是80元，2盆就是150元。希望透过兰花的义卖，来帮助这些失学的啦，或是家庭比较弱势的儿童，能顺利的就学。家扶中心预计到5月进前拢会做义花，希望有较侪人会当用行动来做爱心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